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讨一份你分享的评论文章。他提出了一个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谜题哦，就是说，一个得了业界最高荣誉金钟奖的客语节目主持人，却被忠实听众批评，说他在节目上根本不常讲客语。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成立？对吧？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文章作者一开始就分享了他个人的经验。他说他习惯在工作的时候把客语广播当成背景音像是在创造一个沉浸式的语言环境那样。对，就是这个意思。听起来很棒，是不是？很理想。但他长期听下来，感受到的不是母语的亲切感，反而是深深的失落感。文章甚至用上了寒心这两个字。哇，寒心，从一个广播节目竟然能让人感到心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我们来好好聊聊这篇文章挖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寒心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哈。作者点出的矛盾其实非常具体。节目明明叫客语节目，结果呢？结果来宾用流利的客语侃侃而谈，主持人却频繁地切换回华语啊。要不是在附和，就是在做某种翻译，这个画面本身就充满了张力。没错。所以这篇文章其实不是要攻审某一位主持人了，了解。它更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谈论一个文化产品，比如广播节目时，到底什么才叫专业？而像金钟奖这样的荣誉，它在其中是扮演的推手，还是反而成了你说的模糊焦点的帮手？模糊焦点的帮手，这个说法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先把那个让作者感到荒谬的场景还原一下。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你如果是一个想学客语或想在日常多接触客语的人，你满心期待地打开广播，结果你听到的是真正把客语当作主要沟通工具的是来宾，而主持人呢？而本该是这个语言空间主导者的主持人，却一直退回华语的那个舒适圈。这就等于是用语言发出了一个潜在的信号。什么样的信号？作者在这里提出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他认为主持人的专业不只是控制节目流程或把气氛炒热那么简单。在一个语言节目里，主持人的核心任务是用这个语言来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用语言建构一个世界。对，如果主持人自己都无法或是不愿意在这个世界里顺畅的生活，那他建构出来的是什么？我懂了，这就像一个建筑师说他要盖一栋客家风格的房子，结果他盖了一栋现代的钢筋水泥大楼，只是在墙上挂了几幅桐花照片，然后说，你看，这就是客家建筑。哈哈，这个比喻很好，感觉完全不对啊。对啊，节目虽然挂着客语的牌子，但实际上的那个官方语言，那个大家预设用来进行深度思考和沟通的语言，还是华语。客语反而变成了一种点缀，一种需要被解释的对象。对，就是这个需要被解释的对象，这就是问题所在。他在无形中把客语降了一级，好像客语本身不够用。没错，好像他无法独立完成一场有深度的对话，这就完全违背了设立这类节目的初衷嘛。但我这里想稍微帮主持人想一下，有没有可能，他是故意多用华语，想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啊？桥梁，就是说，他想吸引那些完全听不懂客语的听众，让他们也能稍微接触一下，降低入门门槛。这个说法你觉得站得住脚吗？这是个很常见的辩护，表面上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对啊，但我们可以深入思考一下桥梁这个比喻。一座真正的桥梁是连接两个同等重要的地方，让人可以自由来往。但在这个情境里，主持人是坚定地站在华语这一端，然后对着对岸的客语挥挥手，偶尔介绍一下那边的风景。他自己并没有真正走过去，也没有引导听众走过去。所以这座桥其实更像是一个单向的观景台。哇，这个观景台的比喻太精准了。所以作者的失望感源于他认为这个节目并没有真正服务到他最该服务的对象，也就是客语社群本身。他可能讨好了想沾点边的听众，
却疏远了真正在这个语言里生活的人。没错，而且更让他无法接受的就是这一切竟然还被金钟奖这个最高荣誉给认证了。是，这就让个人的失望上升到对整个体制的质疑。对，这就让我们进入了整个事件最吊诡的部分。金钟奖，如果这个主持方式有这么明显的问题，那他到底是怎么过关斩将拿到这个奖的呢？这是不是才是问题的真正核心？对啊，照理说，金钟奖应该是品质的保证啊。是的，奖项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符号，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学习的。但作者就直接挑战了这个符号。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评审开会的场景。评审们手上可能有一大堆参赛作品，他们要看的面向很多，像是节目企划有没有创意，制作够不够精良，有没有传达正面的社会价值，这些都是重要的指标。所以可能有一位评审会说，这个节目企划案写得真好，关怀的议题也很深入，制作物料也很完整。虽然主持人的客语好像还有进步空间啦，但瑕疵不渝嘛。问题就出在这里。怎么说？在一个语言节目里，语言本身真的是可以被当成瑕疵来看待的东西吗？它不应该是那块最核心的美育本身吗？这就是作者抛出的大哉问。当我们把语言能力从核心标准降级为加分项目时，整个评选的逻辑就改变了啊！这也触及了所谓的肯定的政治学。肯定的政治学，奖项不只是给一个节目鼓励而已，它还在为整个行业设定风向。当一个在语言专业上有明显短板，但制作包装很华丽的节目得奖时，这个奖项就在无意中告诉所有人，告诉他们什么？比起语言的深度，我们更看重企划的创意和制作的规模。这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对比。对文化有深刻理解，但缺乏经费、收音品质可能也不够好的人，他们的作品可能连被看到、被听到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作者感受到的那种难言喻语的不公。因为奖项的肯定让资源分配更不均。对，电视台或电台会想，既然这种模式会得奖，那我们就复制这种模式。于是真正需要被鼓励的那种深耕语言的专业，反而更被边缘化了。这真的是一个系统性的警讯。没错，它提醒我们，奖项设立的初衷跟它在现实中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中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它可能无意中奖励了漂亮的包装，而非扎实的核心。说得很好。好了，所以我们谈了节目上奇怪的现象，也谈了金钟奖这个令人困惑的悖论。但我觉得文章接下来提到的这一点才是最触动人心的。作者说，最让他心寒的其实不是主持人不够流利。这点很重要。对，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不是在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完美主义批判。他说，语言能力可以学，可以弥补。那让他失望的是什么？真正让他失望透顶的是那种看不见主持人对语言的自我要求与持续精进的态度。哇，这句话真的很重。这句话直接点出了灵魂问题：态度。这关乎一种专业伦理。这位主持人究竟是把客语当成自己专业的核心，一门需要不断磨练、终身学习的技艺，还是一种标榜自己多元进步的象征性工具？如果他长期安逸地待在华语的舒适圈，只在必要的时候像撒香料一样点缀几句客语，那他所谓的桥梁角色，就像作者说的，最终只是在浪费、在占据珍贵的公共资源而已。没错，占据资源，因为那个时段那笔经费本来可以用来培养一个真正能以客语为思考核心，能用这个语言妙语如珠的主持人。但现在这个位置被一个无法完全胜任，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进步的人占据了。而且最糟的是，他还因为得了奖而被当成了一个成功的典范，这就形成了一个向下沉沦的恶性循环。完全正确。就在这里，作者把整个议题的层次从单纯的广播主持技巧一口气拉高到了文化存亡的层次。他在文章里提到，在一个语言正在快速流失的时代，每一个以客语为名的公共媒体节目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源。这句话背后的重量非常大。没错，
它承载的早就不只是收听率或商业利益，而是这个语言是否还能在公共场域中被完整有尊严地使用的可能性。这让我想到一个画面，说来听听。如果一个正在努力学客语的孩子，他打开广播，想听听母语是怎么在空中流动的，结果他听到连客语节目的主持人自己都讲得断断续续，常常需要切回华语来求救或解释。你觉得这个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他可能会觉得，他会不会潜意识里觉得，原来这个语言本身就是不够用的，是没有办法用来讨论复杂事情的。它终究只是一个需要华语来搀扶的次等的语言。这正是最致命的，也是最令人担忧的后果。真的，因为媒体不只是在反映现实，它更在强力的塑造现实。如果媒体呈现出来的客语永远都是不完整的、需要辅助的、破碎的，那就会在所有人的潜意识里强化客语是次级语言的刻板印象。所以作者最后用了很美的比喻，客语不是舞台上用来增添色彩的装饰品，更不是某些人通往奖项的捷径，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责任。沉甸甸的文化责任，这几个字说得太好了。所以，一个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主持人，或许看的不是他得过多少奖，也不是他的声音多好听，而是看他对自己所使用的这个语言是否抱持着一份最基本的敬畏之心。敬畏之心，他是不是真的愿意去承担那个重量，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方便自己使用的工具或标签？是的，那份敬畏之心就是专业的根基。它代表你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愿意为了这个语言去奉献时间，去努力学习，真正将它融入自己的专业生命里。这才是作者透过整篇文章真正想看到的东西。而他之所以感到心寒，正是因为他在那个金钟光环的背后，完全没有看到这份敬畏。所以从一位听众对广播节目的失望和心寒开始，我们一路聊下来。谈到了主持人的专业伦理、金钟奖评选标准可能存在的盲点，还有文化责任，对，以及在一个多元社会里，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一个正在流失的语言所肩负的文化责任。作者最后的提醒真的非常有力。他说了什么？如果连站在第一线的媒体工作者都用如此随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语言，那所谓的客语传承，恐怕真的只是时间早晚的消亡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警告。这篇文章的火力非常集中地对准了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没错。但它也让我们这些听众、观众，甚至是整个文化社群，都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我们的角色又是什么？当你在选择要听哪个节目、看哪个影片，或者为哪个作品按赞分享的时候，你真正在鼓励的是怎么样的价值？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不自觉的只被华丽的制作、有趣的企划或主持人的名气所吸引，而忽略了去检视它背后那份更深层的对文化本身的专业与承诺？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在关掉这个节目之后都可以想一想的问题。